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魂。讲新闻，老台语搁来话大小事，但为头来讲起。礼拜都是元宵节，有人讲是上元节，也是说小过年。伫传统内底，北天顶蓝香炮。另外，有一句俗语讲：头班仓嫁好翁。过去元宵节，有查某人会头班仓，讲这仓甲翁这音是真相成，希望会当祈求婚姻美满。元宵节还阁有啥物款传统的风俗？老台语讲新闻，甲时间交互主播吴秀文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仔日的老台语讲新闻，我是秀文。大家欢欢喜喜过了旧年的春节，刷落来迎接的是这礼拜二的元宵节。元宵节的时间就伫咧旧年的正月15，元宵节叫做上元节，也是小过年。因为古早的时阵，许多人认为爱过了元宵节，规个旧年的春节才是完全的结束，所以即天会真热闹。阮有听过北部会放天灯，南部会放香仔炮。天灯的由来传说是伫咧三国的时代，孔明为了爱甲消息传出去，所以伊就甲灯放到空中。香仔炮是因为台南咸水的这个所在，以早有发生过瘟疫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因决定要请关圣帝君来出巡，嘛爱放炮，希望甲瘟神甲惊走。元宵节嘛有一寡俗语，亲像即句叫做“两灯卡西南包”，因为天灯的灯甲添灯的灯这两个字真相情，所以古早的时阵认为查某人若是为灯的下骹软过去，伊就会使生查甫囡仔。所来是即句“头班仓嫁好翁”。仓甲翁这两个字连起来嘛足成的，所以会有查某囡仔伫咧元宵暝去菜园头晚仓，希望会使找到好翁，伊的婚姻就会使美满。伫咧元宵节这天，我们会使食好料的，食啥物？就是阮的元宵。大家知影，阮咧冬节时阵会食圆仔，元宵节的时阵会食元宵。伊的原料拢共款，拢是糯米粉，外形呢嘛有感觉小型，毋过到底有啥物无共？无共的所在就伫咧做法甲口感。元宵的做法是甲鸭切做一块一块细细块，放入去有糯米粉的台仔内面，一直炼，炼到一粒一粒圆。毋过是用炼的，所以咧伊的外表无较一定，口感食起来是松松甲软软。阮会发现讲，煮元宵的时阵，伊的水会较落，毋过爱提醒观众朋友，你若是元宵无煮了，爱冰起来，因为咧伊的水分较少，所以咧伊的外表较会离开。再来是圆仔，圆仔甲元宵无共的做法，就是伊是甲鸭包入去糯米粉内面，用手来烧的，烧甲圆。伊的水分较济，所以咧食起来较筋骨，嘛较油。元宵节咧，嘛有一个足趣味的活动，嘛是足有名的，叫做摇米菜。今仔日我嘛带观众朋友来做伙摇看卖。头一句是这句：红关公、白老鳖、乌张飞、走起米，要摇一款的水果。这个米菜咧，上重要的就是红色、白色甲乌色这三款的色水，是啥物款的水果？外口是红色的，中央是白色的，内底是乌色的。这水果就是来自。再来，带你来看这句：白干仔底乌枣，日时开，暗时锁。要摇啥物？摇器官。我会使想看卖哦，是啥物器官？外口是白色的，中央是乌色的，而且伊暗时的时阵会刻起来。这个器官就是咱的目睭。再过来，这个卖菜较简单，只有三个字，叫做包青天。要摇的是地名。包青天，我会使想看卖，青天若是包起来啊，伊的里头就消失啊，里头是乌乌，所以这个地名就是伫台中的乌日。再来，就是即句两姊妹啊，白悬白大，一个人伫内底，一个人伫外口，要摇一款生活用品。我会使看到头两句是看起来两个人是生甲一模一样，毋过伊徛的所在无共款。这个状况是毋是甲阮咧照镜的时阵是共款呢？所以这个生活用品就是镜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老台语讲新闻，我是秀文，先祝你元宵节快乐！即马来个时间，高兴的主播。